各位 Tech Matrix 嘅朋友，聽清楚啦！你以後使乜自己碌卡買嘢？ Visa 最新嘅操作，直接將佢條全球支付命脈駁入去 ChatGPT 度。從此以後，你只需要同 AI 講你想要乜嘢，佢唔單止會幫你喺海量商品入面揾到最啱心水嗰件，仲會直接幫你拍板埋單。成個過程由諗買乜到睇貨，再到最後俾錢，完全唔使你出手。Visa 呢次就係要將一個傳統要人手操作嘅零售漏斗，徹底變成一個全自動由 AI 驅動嘅購物機器。想象下，未來你嘅購物助理就係一個 AI 特工，佢識得理解你嘅需求，分析成個市場嘅商品，同埋用 Visa 強大嘅支付網絡去完成交易。零售嘅終極形態可能就係咁樣，無縫、自動，純粹由對話驅動。